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 Go 拱哈会》，我是敏华。有没有看到我旁边这个木头？要把它雕刻，就是雕刻成一个作品，是不是真的觉得很困难？但是今天 Go Go 直击要带您直击的就是蔡阳吉老师，他是非常厉害的木雕工艺师哦，带您看看。木雕工艺师蔡阳吉从12岁开始当学徒，接触雕刻整整50年。一开始只是梦想，但后来的他变成了木雕工艺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请蔡阳吉老师跟我们一起学这句客家话了，叫做雕刻，就是雕刻。雕刻，对，雕刻。哎，像这样的作品啊，到底怎么办到的？怎么可以这么厉害，这么多层次呢？要问问老师喽。就是有融合的浮雕的做法，透雕、镂空。一般我们所讲的庙宇的透雕，就是这种的形式。学习过程也不简单，除了要学各种技法，还得要引经据典，考究历史书籍。只是对他来说，有耐心也很重要。因为要有耐心，才做得雕刻出好作品。是不是每个木头也都有它自己的不同的雕法？我们从这一件木头来看的话，我们的那个功法口语上会讲说铺面、固边、镂空均匀。那铺面的话，就是这个最高点，就是要平均去安排布置。那固边的话，就是这周边要完整。加固。对，周边完整，那这样整件作品就会有一个结构力量。要能够雕刻出好作品，除了有一身好本领，也要懂得各种木头的特性，还有纹路，才能够让每个作品、每个人物都能够栩栩如生。今天跟着敏华一起认识这个雕刻师傅，你会发现他手工真的非常的精湛，很佩服他们喽。重点是我们认识了新的词，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木匠，木匠，木匠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就是雕刻，雕刻，雕刻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来整句话，来看就是要有耐心才能雕刻出好作品，而只有耐心。才做得雕刻出好作品，而只有耐心，才做得雕刻出好作品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记得多多练习，就像木匠师傅多多练习，手能生巧喽。下次见，拜拜。